大家好，我係韋飛鴻，我係第23屆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 Variety 組別全球總金獎，我係香港女變臉師。對於我嚟講，變臉係其中一樣舞台上面嘅展示，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已經見到爸爸喺台上面去表演，我覺得好精彩，亦都覺得自己係屬於舞台嘅。但係因為爸爸覺得女仔唔好做呢啲啦，好辛苦㗎咁樣。於是者過咗一段時間啦，咁佢就覺得哎呀，好似都冇乜嘢傳授俾個女，佢叫我試一套佢嘅舊嘅服裝，然後佢叫我戴啲面譜，我都完全係唔知做啲乜嘢。咩事啊？咩嚟㗎？做咩要帶上去啊？咁樣佢教我1、2個動作，咁我做完啦。咁佢話：你學識啦。咁樣我就我係咪真係得㗎？咁於是乎有一段時間啦，咁就去咗佢嗰邊當其時工作室嗰度就練習啦。咁然後跟佢學變臉練習，搞服裝、搞音樂、搞面譜。03年嘅年頭我仲係白紙一張，去到03年嘅年尾我就已經出道啦。就表演啦咁樣，其實原來變臉都可以為其他人帶嚟一啲正面嘅信息嘅喎。咁變臉如果再去教學生嘅話，都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提升自己嘅喎。咁樣咁就更加樂於去做而家呢個舞台上邊嘅工作咯。變臉藝術係4個字：神奇妙美。其實你點樣去做得一個比較神怪？諗唔到嘅，點樣去咁奇特嘅去變到你個面孔？點樣成件事係嗰種妙不可言？哇！點解佢咁犀利？你又講唔出點樣形容嗰個？會心微笑，好開心嘅。睇完之後，美就當然係舞台上面係追尋一種好美麗嘅展現啦。咁可能包括係服裝啊，或者係面譜上邊啊咁樣。神奇嘅地方就係佢要喺一瞬間入邊將你嘅面譜由一個樣變成另一個樣，去表達故事嘅情節或者演員嘅內心情緒嘅。由劇入邊嘅小角色可能係變幾張臉譜。到而家咧，我哋嘅要求會多咗啦，可能變10幾張、20幾張、30幾張，甚至乎好似我爸爸去推崇一個紀錄係去到70幾張一個面譜，就為之一個表演咁樣。咁亦都難度相當之高嘅，因為不容有失。如果你錯咗任何一個面譜嘅操作嘅話咧，其實係好難繼續做落去嘅。變臉嘅要訣就係佢首先要做得乾淨啦，即係你唔會有任何蛛絲馬跡俾人見到，咦？好明顯喎，咁樣咁同埋咧，你要做得快啦。咁當然嗰個快嘅感覺唔係我喺個台上面乒鈴乓啷咁樣操作完就算。咁而快嘅感覺就係我變嘅嗰一瞬間要做到快嘅，但係我要有個營造個氣氛喺度嘅時候，咁呢個就唔係要快啦，係啦。咁快嘅時候係只係講變換嗰一張嘅張數嘅速度要快啦，係啦。喺2019年嘅時候就去咗美國參加佢第23屆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咁其實成個比賽係非常之緊張，因為我係代表緊中國第一個人去攞變臉去打呢個比賽嘅。咁所以係一步一步行落去啦。咁一步一步嘅意思係去到美國，每一個關卡你都要過，初賽、決賽、準決賽咁樣，而每一個關卡你都要攞咗個金牌，你先至可以再去到最後一個叫 Final Show 嘅，再喺入邊咧再爭奪你嗰個組別嘅總金獎。咁而評審嘅要求就係你有個技巧性有幾高啦，因為佢係一個叫做世界表演藝術嘅錦標賽，咁所以咧你除咗你嗰個表演力有幾高之外，你有冇藝術成分？會唔會有娛樂嘅成分？咁同埋你有冇自己當地嘅文化嘅特色？喺1分鐘嘅比賽入邊要展現晒所有嘢。咁最後亦都好好彩地，我嘅演出係得到評審嘅青睞，最後就攞咗呢一個 Variety 組別嘅全球總金獎。我覺得變臉傳承係首先有人繼續做緊落去，咁有傳統嘅一套係要有嘅，有一個 standard 去做得到嘅，即係譬如有講過嘅速度快啦，你要做得乾淨啦，同埋你要點樣去吸引觀眾嘅眼球啦，呢啲係基本要有嘅。咁然後你可以加入一啲你自己嘅諗法啦，一啲嘅變化啦，咁亦都
繼續做一啲嘅推廣啦，係俾更加多嘅朋友仔知道，或者係甚至乎我哋近呢10幾年喺學校嘅時候，點樣去令到學生去了解到我哋有呢個中華文化，呢個都係其中嘅一部分。其實每一個好簡單嘅動作，你都係要花好多嘅時間先至做得到。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嘅學生，我哋嘅小朋友去磨練佢自己嘅耐性，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強嘅一個橋樑啦，一個經歷啦。咁所以變臉嘅發展、傳承、推廣，亦都係一步一步咁樣。你諗一啲方法去令到更加人會接觸到，更加多人去接觸到呢件事咯。我經常性去到，就算學校同同學仔去分享都好，就算你遇到過失敗同挫折，你最緊要問翻你自己。你對嗰樣嘢有幾多嘅熱誠？你有幾中意呢件事？如果你係足夠中意嘅話，其實冇需要去放棄，冇需要因為而家面前嘅少少嘅挫折你就放棄，因為只係一步嘅啫。如果你攬到過去呢一步呢，你會知道，咦，我可以做得更加好。你嘅下一步會再更加精彩，人生前途會更加光明。